议员蔡立青为函表示，台南市高屏中卫区日前传出残忍虐待流浪狗事件，伫总一顺质疑监视市府动保处长一直换，对民众反映流浪狗问题无积极处理的效果。对此，市长嘛回应，乃民众拢知影有流浪狗，结果只有动保处唔知影来检讨。会中议员进一步追踪市府要丢失流浪动物占地数的进度。从2年前我上任，我们就在讲的，我们说37区要做流浪动物的暂治所，37区一区一个，搞清嘛嘞？动保园区呢，启动了吗？今天是不是局长啊？因为我知道局长也是很无辜啦，个丢马是打90，我们的农业局也是已经换了几次的这个又局长又代理又新任，动保处也是现在又换了新的动保处长、新的农业局长，个丢你该当赶快承诺，这样物件当时会当做好。报告预做哈，那个动保园区的部分是明年就完工学甲的部分，那至于安南区的部分，其实安南腹地比较大，那我们其实今年就有编预算，一定要执行在那个37区里有一个新的那个流浪犬暂治区。议员对了检讨流浪狗问题，对伫安南区网塘愈来愈高，嘛提醒市府持续启动清狗加喷药等社区的消毒。另外嘛，希望清理校园除草喷药来防疫，维护师生安全。其实做这小朋友，咱历史拢够了好，但是他只要是上学回来就规个红豆角了。好，校园喷药的作业，还有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经费，我们是不是也要求学校除草啊、灭蚊这些工作要做好？是不是教育局这边也可以来协助，要求学校把这些工作做好？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有持续在请学校。虽然现在登革热疫情事实上有一些这样也已经没有再有这种案例发生，但是这个登革热防疫工作持续在进行。那包括它的清除一些杂乱的地方，另外还有必要投药部分，我们还是有在进行。对安南区大大小小建设甲缺失，一直到拼演唱会经济，议员伫40分钟的总质询积极来清明，嘛希望全力捍卫市民的权益。台南新闻，阮籍张硕维采访报道。